各位老友記，仲有各位幫緊屋企長輩處理緊福利事宜嘅朋友，你哋一定要留意啦！今次真係大件事，政府啱啱公布咗最新嘅長者生活津貼，即係我哋平時叫開嘅長生津嘅入息同埋資產限額會全面放寬。呢個消息簡直係及時雨，因為隨住物價同埋最低工資嘅調整，好多原本勞碌揸差少少先符合資格嘅長輩，而家終於有機會攞到呢份錢啦！如果你仲諗住自己啲資產超咗標，或者驚緊仔女俾嗰幾千蚊家用，會令到你過咗入息限額。你今日呢條片一定要睇到尾，因為我唔單止會幫你拆解最新嘅數字，仲會話你知點樣計先至係最攞到盡。仲有大家最關心嗰份雙糧，究竟幾時截數，幾時先至真正袋落袋，我會逐一話晒俾你聽。我哋首先講下點解今次會放寬先。其實呢樣嘢同出面嗰個最低工資係息息相關嘅。大家都知啦，最低工資啱啱調整咗。咁政府嘅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亦都隨之而屈動，所以每年嘅4月1號通常都係呢啲福利政策變化嘅大日子。今次放寬嘅幅度真係唔細。我哋先睇下最核心嗰個入息限額。以前好多老友記最驚就係啲強積金供款或者係啲零散工嘅收入，一唔小心過咗嗰個位，成份長生津就冇咗。但係由2026年4月1號開始，單身人士嘅每月入息限額已經上調到去11,060蚊，而夫婦兩人加埋嘅入息限額就去到17,630蚊。呢個數字代表咗啲乜嘢？代表咗如果你係一對老夫婦，兩個人加埋仲有啲輕微嘅兼職收入，只要唔過呢個位，你哋每個人每個月都可以攞到4000幾蚊嘅津貼。講到津貼嘅金額，大家記住啦，而家長生津已經合二為一，唔再分乜嘢普通定高額，只要你符合資格，每個月可以攞到嘅金額係4330蚊，你諗下，兩公婆加埋就係8660蚊。呢嚿錢對於好多基層家庭嚟講，真係可以減輕好大負擔。但係最多人擔心嘅，其實唔係入息，而係資產。香港人辛苦咗一世，手頭上總有啲棺材、頭錢或者係啲股票、債券。今次資產限額嘅放寬真係好幫到手。單身人士嘅資產上限已經加到去391000蚊。而夫婦兩人加埋嘅資產上限就係593000蚊。好多人問，喂，我有層樓住緊樓，咁點計先？老友記，你住緊嗰層樓係唔計入資產樓，只要你唔係收租，係自己住嘅，無論層樓值幾多千萬，都唔會影響你申請長生津。不過呢度有個陷阱，大家一定要知，雖然自住物業唔計，但如果你手頭上有第二層物業，或者係啲空置嘅丁屋、車位，甚至係海外嘅物業，呢啲通通都要按市值計入資產。仲有呀，如果你手頭上有一啲已經過咗期，但係仲未攞出嚟嘅人壽保險，入面嗰個現金價值都係要計入資產入面計。所以大家喺填表嘅時候，真係要清清楚楚計一次自己手頭上啲股票、金條、定存，甚至係啲保險現金價值，加埋有冇過咗嗰個391000蚊嘅關口。跟住落嚟，我哋要講講大家最期待嘅雙糧問題。政府喺預算案入面提到，會向領取社會保障金額嘅人士發放額外1個月嘅津貼。好多老友記問，咁究竟邊日先至係截數日？我同大家講，通常呢個雙糧係會喺立法會通過撥款之後嘅1個月內發放。以今年嘅情況嚟睇，如果你喺2026年5月嘅某個特定截數日係正處於領取津貼嘅合資格狀態，你就可以攞到呢份額外嘅錢。呢份錢唔使你額外申請，政府會直接入落你個戶口度。如果你係啱啱踏入65歲，想攞呢份雙糧，你最好喺4月就遞定表，因為呢啲嘢係手快有手慢無。如果你過咗截數日先申請，就算之後補發返津貼俾你，嗰份額外嘅雙糧都可能同你擦身而過。所以快啲睇吓你身邊嘅老人家夠65歲未？一夠歲數就要即刻衝去社會福利署。講到呢度，可能你會問，我而家攞緊傷殘津貼，又或者攞緊高齡津貼，即係我哋俗稱嘅生果金，咁我可以唔可以轉去申請長生津嘅？答案係絕對可以，而且如果你合乎資產限額，轉去長生津係好好多係，因為生果金每個月得個1600幾蚊，但係長生津有4330蚊，相差2000幾蚊一個月，一年就差咗3萬幾蚊啦。不過你要記住，如果你本身攞緊生果金而想轉長生津，社署係會重新審查你嘅資產錢。如果你手頭上啲現金啱啱好踩界，你就要諗清楚點樣處理啲資金，例如係咪要用嚟買返啲必要嘅醫療保險，或者係幫屋企裝修改善下生活環境，將啲資產控制喺限額之內。我哋嚟睇下一啲常見問題。
呢啲係我喺後台收到最多老友寄問嘅嘢。第一個問題，我啲仔女每個月俾我5000蚊家用，呢啲計唔計入息呀？呢個問題問得好，大家聽清楚啦。喺長生津嘅制度入面，仔女俾嘅家用係唔計入息嘅，係完全唔計制。所以你啲仔女就算每個月俾幾萬蚊你生活，只要呢啲錢係供養性性質，你喺填表嘅時候入息嗰欄係可以填零。呢個政策真係好人性化，因為佢鼓勵仔女孝順父母，而唔會因為仔女俾錢就剝奪咗長輩領取政府福利嘅權利。第二個問題，我喺大陸有層樓，平時攞嚟退休住嘅，而家返咗香港，咁嗰層樓計唔計啊？呢個就要小心啦。如果你長期喺香港住，而大陸嗰層樓係空置或者租咗俾人，佢就唔算係自住物業，一定要計入資產。而且社署係有權去查你喺內地嘅資產池，大家唔好以為政府查唔到。而家大數據年代，兩地資訊越嚟越流通，如果要申請，最緊要係誠實申報。如果你嗰層樓係同人一齊名，咁就按比例計你嗰份嘅市值。第三個問題，我以前做嘢留落啲強積金，我而家65歲啦，仲未攞出嚟，咁呢嚿錢點計？強積金呢樣嘢係咁樣計嘅。如果你仲未攞出嚟，佢就唔計資產，但係如果你一旦攞咗出嚟，放咗入銀行戶口，佢就即刻變咗做資產。所以有啲聰明嘅老友記會選擇分期領取強積金，咁樣就可以令到自己戶口入面嘅資產金額保持喺391000蚊以下，同時每個月又有啲額外嘅錢使。不過你要留意，你領取嘅強積金如果係分期咁攞，喺社署眼入面嗰啲錢可能被視為入息，所以你要計清楚嗰個每月11060蚊嘅入息限額。仲有一個好多人忽略嘅點，就係關於離港限制。大家攞得長生津就要記住，香港係你嘅主要居住地。雖然政府而家有廣東計劃同埋福建計劃，俾去咗內地養老嘅老友記都可以攞到長生津，但係如果你係留喺香港攞嘅話，你喺一個領取年度內離港唔可以超過306日，即係話你每年最少要留喺香港59日先至可以保住領取資格。如果你想返大陸住長啲時間，你一定要同社署申報轉去廣東計劃，唔好以為偷偷地返去冇人知，到時社署要你退還領多咗嘅津貼就真係好麻煩。講返今次嘅放寬，其實背後反映咗政府對人口老化嘅一種壓力。2026年嘅今日，香港65歲以上嘅人口比例已經非常高，如果唔放寬呢啲限額，好多生活喺邊緣嘅長者真係會好辛苦。最低工資嘅上調雖然話係幫到基層打工仔，但係對於啲已經退咗休冇工作能力嘅老友記嚟講，物價升咗，但係福利如果唔跟住升，生活質素就會下降。所以今次加到4330蚊，雖然唔係話好多，但總算係一個安慰。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案例，我有個觀眾黃伯，佢今年67歲，以前一直攞緊生果金，因為佢手頭上有40幾萬存款，驚過咗資產限額，所以唔敢報長生津。但係今次新政策一出，資產限額加到去391000蚊。黃伯同我講佢計過數，佢早排屋企換咗部冷氣同埋做咗次全身檢查，用咗幾萬蚊，而家存款得返37萬幾。我即刻叫佢去報長生津。你睇下，黃伯由原本攞1600幾蚊，變到而家攞4330蚊，每個月多咗2600幾蚊。佢話而家可以每朝去茶樓嗌多個點心，都唔使諗到咁盡。呢啲就係福利政策放寬帶嚟嘅實際改變。大家喺準備申請嘅時候，有幾樣文件一定要預備好。第一係你所有嘅銀行存摺，包括已經取消咗但係喺過去1年內仲有記錄嘅戶口。第二係你嘅身份證明文件。第三，如果你有股票或者保險，要去銀行或者保險公司攞返個結單，證明喺你遞交申請嗰一日啲資產嘅價值係幾多。記住，社署係睇你遞表嗰一日嘅價值，所以如果嗰日股市大跌，可能反而係你遞表嘅好時機。仲有一樣嘢就係關於保險金，好多長輩後生嗰陣買咗好多儲蓄保險，諗住老咗可以攞返嚿錢。你要留意呢啲保險嘅現金價值同埋紅利，喺申請長生津嘅時候係全部要計入資產條。好多老友記覺得我都未攞嚿錢出嚟，點解要計？社署嘅邏輯係嗰啲係你隨時可以變現嘅資產，所以如果你啲保險現金價值好高，可能你就要教專業人士幫你計下，睇下點樣調整你嘅財務安排。至於嗰份雙糧，我再強調多次，截數日通常係5月嘅某一個日子。如果你而家仲未申請，而你又夠65歲，又符合我頭先講嗰啲入息同資產限額，你今日就要去社署攞表格，或者上網下載填咗佢。你越早交，呢份糧就越早到手，而且
如果你本身已經攞緊長生津，你係唔需要做任何嘢嘅，政府會自動幫你計好數。講到尾，政府嘅錢係我哋納稅人供落去嘅，合資格嘅就一定要去攞，唔好覺得好似攞政府錢好醜樣咁。呢個係你喺香港生活咗幾十年應得嘅保障。如果你屋企有長輩，佢哋可能唔識上網睇呢啲資訊，甚至可能連字都睇得唔係好清楚。各位做仔女做孫嘅，真係要幫手留意下。問多一句，阿爺，你個戶口而家有幾多錢呀？過唔過到39萬呀？可能就係因為你呢句說話，幫佢每個月多咗2000幾蚊使，老人家開心，你負擔都輕啲。最後我想提多大家一點，關於誤報嘅後果，社署係會進行抽查嘅。雖然唔係每個人都查，但係一旦抽中你，佢會要求你提供過去幾年嘅銀行記錄。如果你當時係因為隱瞞資產而攞到津貼，政府係會追討返所有多發放嘅金額，甚至會檢控詐騙。所以大家一定要老老實實，資產超咗就係超咗，等資產降翻落嚟嗰陣再申請，千祈唔好心存僥倖。今次放寬額度已經俾咗好大空間大家，只要好好利用呢個新政策，相信好多老友記嘅晚年生活都可以過得更加鬆動。大家記住，2026年4月1號係新限額生效嘅日子，而商量預計會喺5月或者6月到手。快啲將呢個消息話俾身邊嘅老友記聽。如果你對自己嘅情況仲係有疑問，例如你有一啲好複雜嘅信託資產，或者係同人合資買嘅物業，最好親自去社署諮詢下。佢哋嘅職員雖然忙，但一般都會解釋得好清楚。希望呢個長者生活津貼新氣象可以真係幫到你哋，等大家都可以過一個無憂無慮嘅晚年。我想再補充一啲關於最低工資同長生津之間嘅微妙關係。大家可能覺得奇怪，最低工資加點解長生津限額要放寬？其實係因為入息限額嘅設定係要確保嗰啲做緊低薪工作嘅長者唔會因為加咗人工而失去福利。如果最低工資加到去一個水平，令到一個做看更或者清潔嘅老友記月入過咗舊嘅限額，咁佢咪變相加薪減福利？所以政府一定要同步調高入息上限。呢個對於仲想發揮餘熱出嚟為啲嘢做客嘅老友記嚟講，絕對係一件好事。你可以一邊做客兼職，一邊攞住4000幾蚊津貼，生活自然寫意好多。總括而言，今次放寬係全方位嘅，入息上限加咗，資產上限加咗，津貼金額都加咗。呢個黃金組合，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如果你喺申請過程中遇到咩困難，或者對最新嘅數字仲有唔明嘅地方，你可以隨時喺留言區話俾我知，我會盡力幫大家解答。大家記得要幫手轉發呢條片俾你哋 WhatsApp 群組入面嘅老友記，因為好多時佢哋就係爭嗰少少資訊，就錯失咗攞福利嘅機會。既然講開福利，其實除咗長生津，仲有好多針對長者嘅優惠同補貼都喺度更新緊。例如長者醫療券嘅使用範圍有冇擴大，或者係公共交通2蚊優惠有冇新嘅限制？呢啲我都會喺嚟緊嘅片度同大家逐一拆解。今次我哋就 focus 喺長生津呢個大題目先。記住4月1號新限額生效，5月截數，準備收雙糧，大家要做好準備啦。我想喺度再強調一次，長生津嘅申請係唔需要透過任何中介或者代辦機構嘅。如果你見到有人話可以幫你搞掂資產限額，或者幫你隱瞞資產去換取津貼，嗰啲通通都係騙局，甚至可能令你墮入法網。政府嘅表格其實好簡單，只要你帶齊我頭先講嗰啲銀行簿、身份證、資產證明去社署，佢哋嘅櫃台姐姐會教你點填。如果你行動唔方便，仲可以要求社署安排職員上門幫你搞添。另外有老友記問過，如果我而家申請咗，但係過2年我執到彩票，資產過咗限額，咁點算？好簡單，你只需要主動同社署申報，話你而家資產過咗限額，佢哋就會停發津貼。等有一日你嚿錢使到咁上下，低反過個限額，你又可以再申請返。長生津唔係一世人一次，佢係一個動態嘅制度，只要你符合條件就得。講到呢度，相信大家都對最新嘅長生津政策有咗一個好清晰嘅概念。希望呢啲資訊可以幫到大家喺2026年有一個更好嘅財務規劃。記住，錢係要攞嘅，但係手續要準，資料要真，大家一齊努力，爭取最優質嘅退休生活。